所以这首歌呢，我就是用山歌子的这个调性来发展的。你们听听看，就是说刚刚你听到徐木珍老师唱的山歌子，它是完全传统的。那我是用吉他，然后呢，甚至配了新的词，然后把它发展出来的一首歌，你们听听看。好，好，那把听。
手牙关哦，子孙出脚往这里看哦。水同齐看电视，为何阮的田地无要减钱？我心肝来种好米，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今日孙仔大家出头天。手招一下无？流水牛白灵丝，又走人念歌诗。我想农田就是一个画布，每一个农夫就是一个艺术家。现在京剧有的是你的话剧，咱最近来回出台湾首次的第71号的台湾米，我的目标就大目标。乌云若过着会变晴天，叫我茫茫心情就欢喜。来啊！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今日孙仔大家出头天。手牙关，流水牛白灵丝，又走人念歌诗。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杂杂比了什么大不落去。流水牛白灵丝，又走人念歌诗。孙仔大家出头天，流水牛白灵丝，又走人念歌诗。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杂杂比了什么大不落去。流水牛白灵丝，又走人念歌诗。咱讲做对爱情，再来变好。这就给一年，这里放下啊！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今日孙仔大家出头天。流水牛白灵丝，又走人念歌诗。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，杂杂比来什么大不落去。流水牛白灵丝，又走人念歌诗。结婚有结婚的步调，我们丧事有丧事的步调。我们很伤心、很难过、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它又是另外一种步调。所以我在这首歌的最后一段，我会放一小段的步调，这样。谢谢。Ay, la, la, si, ro, aroma de ya.
有恩。西里西里古布那呀，路易有阿那勒玛，玛呀乌萨格达布，路易有伊有恩。你就是我所选择的，我就是要你做我家的女婿。因为在早期的时候，部落的头目看到的山就是他们家的，看到的溪流就是他们家的，所以他可以直接讲说：“你要跟我的孩子结婚。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跟他的孩子结婚哦。路的西里里布达勒，路易有阿那勒玛，西路的黎巴尼勒玛，阿斯路易有伊有恩。为什么我所选择的，他偏偏不要给我呢？这一切都要怪这位造物主。这是后面的歌词，谢谢。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，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厝的故巢，孤单来到异乡。有声的念家乡，今夜又是来听见着的亲像在叫我的，叫着我，叫着我。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，故乡迄时
忘记，亲像咧叫我的。好，谢谢。阮有一个梦，想要对你讲，想要对你讲，坦白。今夜，阮有一条歌，不知安怎唱，予你听，不知安怎唱，予你听。哦，台语歌写得真好听，我唱到这么我感觉真好，真大意啊！谢谢，我们现在放这一首，今天我有一条歌。